在热烈的人势当中，台南市中山高中师生相隔40多天，再次迎来新校舍中建。相同，海地平安平前得个。动土典礼由市长王伟棣亲自主持，媒体除的教学行政大楼是敬业楼，这项新建工程总经费1亿8千多万。中央补助7成，施工采用新起后梯的方式，让校园整体更加完善。在96年，拆除掉的这个原来的行政大楼，那么因为这个有一栋这个后面的教室呢，那么因为耐震力不足，所以我们把它拆除了之后呢，重新在原来的教育行政大楼这个地方呢，重新做新的一个建筑。这个大楼是2层的建筑物，12间教室，还有加上地下避难的空间，像这个电梯，现在要找到这样的造价其实已经不容易了。新校舍设计秉持着中山高中的校训精神，除了呈现学校舞蹈课程展演空间，嘛把艺术氛围融入市景，预计伫2栋后完工。在这个期间，学校嘛降低工程对师生教学活动的影响。那我们大门呢维持原来的工程，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围篱的安全措施。那工程车进出呢会从我们的东侧门，就从南门路那边呢就我们不提供给学生师生使用。中山高中历史非常悠久，在日本时期是台南女中的前身。相信全新的教学行政大楼会当提升校园整体的功能性，嘛会当兼顾师生的需求甲空间美学概念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